继续来到高雄，2礼拜前，阁来飙出着35度以上的高温，这波的东北风，嘛，互南台湾明显感受到寒冷咯。上低温16度，一透早来一碗烧汤真爽快。头家讲，今仔日的生理确实是过真好。 2个礼拜前，高雄最高温还在35度以上，现在一早醒来，剩下不到20度，来碗热汤最棒了。控真久的清汤加上米粉，最后搁加入这大家拢想要食的沙白鱼肚，气温熊熊变真低的南台湾。透早的时阵，已经有真济民众拢准备好要来遮啉汤。食这较舒服啊，食这少袂歹。2礼拜前，高雄的民众搁穿短袄啊，内文顶个月20号搁超过35.5度，不过因为东北季风4号透早，内文敢若剩16.3度，互人早暗出热的时阵一定要加穿一领外套，啊无就会冷甲皮皮喘。进前拢比较较烧热，温差啦，温差。 头家拢无时间通休困，看会出天气的变化，嘛，互这2天的生理变了真好。加正常的啦，你若热人时候差不多人客差不多来差不多一半，啊你若较寒哦，差不多拢会人较济。做汤的就这种算大。冬天的时阵来遮啉一碗鱼汤，互规身躯拢感觉真温暖。伫冷叽叽的冬天，会使食一寡小的物件，实在是真幸福。